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没有炸药。没有炸药啊？没有炸药，我拿什么炸不满？我拿你炸我，是不拿你炸我，是不拿你炸我。呀！我们花园城自古以来只做烟花呀，相顾城才做炸药啊。对了，还说后来就是靠炸药险些灭了花园。快！花园城现在谁还有炸药？谁？阿郡主，阿郡主兼任司军，他手里肯定有炸药。我去求楚楚，还没开口就被他抓回府中了。裴思学，嘿嘿，裴思学是已故裴思军的独子，他去求护城军肯定能成。裴思学从来不插手护城军的军内事务，我不能麻烦他。离奇，他可是花园城的首富，他能高价购买。是啊，让林七花高价自己买炸药炸自己的矿。你跟林七总有一个人脑子被炸过呢，你们俩。你说说他妈，连林七都想到，就是想不到你。这情况紧急，难免有些疏忽。你别提了，让我想想吧。谁？锄头、烟花，我想到了，终于，杂货铺老板。韩硕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。那个你们刚才说的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三公主还真是思虑周全了，把花园城上上下下的人都想到了。就是没想到一个能给我搞炸药的人。哎呀，就我们少军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不见吗？我上个茅房。韩硕，对哦，玄武神擅自毁药。可你能帮我吗？咱俩立场不同。我明白三公主疑虑，但人命关天，情况紧急，我不会拿人命来博弈。人命关天，原来韩硕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冷酷无情，这才是男主角该有的样子嘛！什么是男主角？就是戏文里的大英雄。那大英雄能抱得美人归吗？只要不死的话，一般都能。幸好韩某心急已被三公主治愈。你放心，炸药我已经安置好了，随时可以引爆。哎，危险，我去。不是，当然是我去啊！你怎么能去？三公主是千金之躯，迟早会恢复身份，还是慎重些。我替你去。不行，少君是玄武城城主的爱子，将来势必是大有作为，怎么能为我去承担这样的风险？当然是我去。我说我定不会伤你一分一毫。如此危险，还是我去吧。少君，你不明白你的命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，你可是动一发而牵动全身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不去。但是没有你，我的命还有什么意义？那我们一起去。好。芊芊，我炸的位置对吗？你退后点，再往后。少君这是何意啊？灰尘沾到三公主身上了。走，芊芊，快！陈芊芊！哎呦哎呦，这不林七吗？这不来帮忙的，一起吧。陈芊芊，你遣散了我的教保司还不够，居然还炸了我家的巫石矿！
福脉我都炸了，我还怪你家矿有趣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好看，给我上！住手！你又包庇他！你的人肯定不是裴府侍卫的对手，散了吧。住手！将损毁福脉的罪魁祸首给我拿下！二郡主，你也要捉拿芊芊？裴思雪，你的人恐怕不是护城军的对手吧？拿下！住手！怎么，你要把你妹妹当成罪人一样抓起来吗？陈芊芊债毁福脉，罪无可恕，请母亲降罚。大胆！你怎么能？你怎么敢？你放心，我的人一直都在，定护你周全。你又埋伏了多少人马呀？全剧组的人都来了吧？大场面呀！我的天，我还没写过这么烧钱的戏呢。挖到了，挖到了，快来救人呐！来了！